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天气的状况。气象局讲，今仔日是最近这段时间上热的一天，尤其是大台北甲花莲、台东是有够热。这款炎热的天气，明仔暗开始会有转变。上主要是因为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将做今年第9号的风台马鞍。明仔载开始影响到台湾的天气，花莲、台东甲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。目前这个风台是往李宋岛的北平进入东沙岛的海面了后，会往中国的广东来刷动。气象局讲，目前的落草也未达到发布到海上警报的标准。未来若是这个落草有偏过来北平，无排除会来发布到海上的警报。这个日本东南边的海面冒一个热带的低压。到时阵是毋是会形成两个风台，甲台湾压咧这个局面咧？气象局讲袂啦，因为两个风台离真远。南乌通哥伫咧厝边顶，一喙刷一喙食，真正透心凉。昨天天气真热，花莲测到41.6度，是今年自动站上高温的记录。今仔日下午9点半，台东都已经测到38.6度，包括了大台北地区，还有花莲的纵谷以及台东的滨海的部分地区，今天依然有机会出现37度甚至38度以上的局部高温。要提醒大家，今天是近期最热的一天。全台湾的亲像风寒期，不过这小热的天气受到菲律宾东边海面上的热带气压影响，明仔载暗时开始到24号，南部花东会有短暂阵雨。25号到28号受到西南风影响，中南部有的所在卖落雨，热带气压已经正做马鞍风台。目前的路径看来，它未来主要是朝西北西，以通过掠过菲律宾的北方、吕宋岛北方这个位置，进入东沙岛海面，往中国广东移动。这个路径移动的几率是比较高的。气象局讲，离台湾较近的时间点，就伫咧23号暗时若是热带气压变强，伊阁会将走轻度风台，扫到台湾的几率，即摆上悬伫咧恒春有11%。不过气象局嘛讲，嘛是要看伊的结果和高压影响，来判断路线敢会交于北平影响台湾。而且伫咧日本东南边海面上，冒热带气压，有机会会正做风台，不过离台湾真远，所以影响的几率会增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